促進科研成果轉化係推動經濟適動多元發展嘅重要推手之一，因此本人係提出以下嘅質詢：第一，經過幾年嘅發展，科研成果轉化喺促進本地企業，尤其係初創企業發展以及係本地居民就業方面，係取得到邊啲嘅成效？第二，對於行政長官提出設立政府產業基金、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嘅設想，政府有咩嘅構思？政府將點樣發揮相關基金嘅作用，以切實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推動澳門經濟適動多元發展？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同埋高新技術嘅產業發展嘅，並且以此作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嘅重要揸手，同時着力推動智慧城市嘅建設，為此亦都積極咁樣營造有利於科技企業成長嘅環境，促進產學研結合同埋加快成果轉化，以及從多方位支撐智慧城市嘅建設。其中，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推出咗科技企業認證計劃，將企業參與產學研合作嘅情況納入核心評審標準之一，重點咁樣考量企業同高校及科研機構嘅合作成果，強化企業喺創新發展中嘅主體地位。剛才議員提到嘅產業基金以及係引導基金，特區政府正係着手開展設立相關基金嘅研究工作。事實上，設立相關嘅基金將有助豐富資本市場嘅多樣性，推動更多大型企業落戶及支持企業加大科創嘅投入。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正係喺度研究建立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亦都借助澳門國際合作平台功能，背靠祖國及澳琴聯動發展等優勢，以內地優質嘅科技企業嘅出海陣地及海外前沿科技項目落戶服務站作為核心嘅定位，服務國家所需，吸納國際科研嘅企業人才、技術及資本集聚於澳琴，以作為推動大灣區創新發展嘅西部增長極。此外，特區政府亦都透過會展活動設置首發經濟項目嘅展區同埋綠色未來產業展區，集中展示創新科技項目同增強互動嘅體驗，並且舉辦多項以創新技術為主題嘅研討會同埋論壇，進一步強化產學研之間嘅交流同埋合作。特區政府亦都將按照國家嘅統一部署啦，圍繞住粵港澳大灣區同埋澳門嘅發展所需，喺粵港兩地政府啦、高校啦同埋企業嘅攜手積極參與與粵港澳大灣區全國高校嘅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呢係籌備同埋建設，咁可以暢通科技嘅成果轉化嘅渠道啦，就發展我哋嘅實質生產力。另外呢，特區政府亦都持續推動本澳嘅高等院校啦，依託國家嘅重點實驗室同埋其他嘅科研設施，配合多元產業發展，開展唔同領域嘅創新科研，並且加強同企業合作，轉化應用，將研究嘅成果服務社會。科技企業認證計劃，咁我哋目前為止咧認證嘅科技企業咧總共係41間嘅，咁當中咧聘用嘅僱員咧係達到1500人啦，咁咧而當中咧營收超過1億元嘅企業咧大概有8間啦，千萬級嘅企業咧就12間。李振宇議員先頭都問到引導基金嘅部分，我哋研議階段啦，其實科技基金喺最近都推出相應一啲資助計劃，去彌補呢個時間嘅窗口嘅，係推進所謂嘅成果轉化嘅。科技基金喺今年都會推出高校創業公司一個資助計劃嘅。咁如果呢啲公司得到市場嘅驗證，同時得到市場嘅一個投放之後咧，科技基金都會有相應嘅一個配對嘅一個資助嘅計劃。